點解我哋嘅車隊呢係做到業界嘅頂班？實力從來唔係得把口講㗎。今日就帶大家一齊嚟睇睇我哋車隊嘅實力。關鍵旅遊全港獨家，自己公司就可以咁有實力購買1+1 VIP 豪華大巴，自己嘅車，自己嘅專職司機，真係非常之有實力。上到車上邊咯，哇，真係被驚豔到啦！一排呢一個座位嘅咋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嘅位置小空間，哇，私隱度夠晒啊，有自己嘅小天地，而且呢每個座位啦嗰個傾斜度啦可以攤住咁樣去瞓啊，真係行走嘅陸地頭等艙啊！再加上呢每個座位呢佢都有 USB 嘅接口，哇，我哋嘅手機插電完全都冇晒問題啦。而且整個車非常之寬闊啊，喺呢邊坐住啦，哇，伸手呢都望唔到對面嘅同伴啊，真係夠晒私隱，呢條車真係超舒服，非常之正。而家天氣咁熱，最緊要呢我哋要車上邊呢仲有車載冰箱啊，隨時啦就可以攞到呢個涼浸浸嘅礦泉水出嚟飲，真係超正啊！自有車隊呢個係品質嘅保障，我哋從行程到交通每一關都係親自去把關噶，讓你體驗到咩叫做真正嘅 VIP 旅遊體驗啊！旅遊嘅關鍵全實現。